几时记得？哎，走点呢。起，哎呀妈呀！你来。陕西话有一个诀窍，就是感冒音。陕西话不是听，不是听。最贵的羊杂汤能贵到哪去？拿这点钱对乔老板，那交个四啊，280。二倍八。手抓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窝上。没有你，我2找你，1、2、3，这大风啊，这风太大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师傅！再来一遍啊！这小孩就崩溃了。